情势遮紧张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进前带团去中国，强调讲即摆未会见中国的大官，嘛未去讲到任何政治性的议题。也不随行，也就是做伙去的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，伊透过视讯参加伫中国郑州举行的两岸关系研讨会，强调讲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引起民进党立委就咧批评讲旧卡数出来。也不过，这个林祖嘉回应讲，这是国民党一贯的立场，是一场早就决定好要参加的学术研究。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进前带团去中国，讲好讲听台商做生意，未见中国高官。随行的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说，透过线顶参加郑州举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，工厂国台办主任刘吉义、党主席特别顾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以线上方式出席本次活动。林祖嘉致辞时阵讲到，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，立场反对台独，加强交流合作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。随口民进党每个草头和中国一个当起，一个倒头。坚持要前往中国去拍马屁、去抱大腿，那现在马脚露出来了，请问你要怎么向台湾人民交代？帮中国背书，并且误导国际社会，违背我们国家利益。伤害台湾人民感情。因为最近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吓无停过，年底要选举啊，嘛逢即期感觉嫌票收济。对这件代志，国民党回应林祖嘉行为，并无下过党中和党纲，有中华民国宪法规范。国民党一贯的立场啊，维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求同存异，学术研讨会，他每一年都办。7月多的时候，我就接到邀请，绝对没有所谓配合中国大陆的事情。民进党不要抹黑。强调这是学术研究，不过伫咧台海紧张的情势，大声化找出共同点，保留无同意见，难免让民众感觉观感无好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